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台中外部区农会伫当地打造彩绘稻田，是以当地特产火龙果宝宝来做主角。头壳顶的水鸡代表优先种植，而且搭配着降棒球的动作，传送着台湾队伫12强赛摕到冠军的欢喜。 惠真悬的所在，看落去真大身的火龙果宝宝，当伫咧拍野球，模样真古锥。原本青片片的稻花，如今长出美丽的花圃。每年差不多4到6月，就是可以看得到彩绘稻田。 打造地方观光新特点，台中市农业局小林刷真侪年和外部区农会合作，伫咧当地打造1.05公顷的彩绘稻花。今年花草以火龙果宝宝为主角，头壳顶的饰卡代表友善金属的弄法，对时行到打拍野球的动作，互大家过记咧台湾队伫咧世界12强棒球比赛摕到冠军。彩绘稻田，那可以看得出每年我们政府在推行的一些重要的政策农业活动这样子。农会嘛讲，长园美景上好看时机点，会当维持到6月中旬。Hello， 我是庄慧琪。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